好來，鄉親啊，繼續來看台中霧峰的這個霧峰的純米奶汁，今年的開花率干那一成，農友是真煩惱，恐驚今年愛做白工咯。即馬這個時陣的奶汁樹啊，應該開始開花，不過說空，讓農友看個是真艱苦。因為它開花的時間已經快過了，葉子吐出來的這個就是葉子了。它也不會變成，幾乎不會變成花了。藕葉啊，黑葉部分開花狀況是良好，但是呢，糯米這個品種呢就開得很糟。台中市奶汁種植的面積大約1800公頃，其中霧峰有300到400公頃，純米奶汁佔1成到2成。不過整體開花率卻敢若1成，有開花結果的狀況嘛無樂觀。霧峰這邊的低溫累積量在15度 C 以下部分的天數，大概就10天左右哈，需求的部分確實是低了一些啦。台中市政府農業局也會再請公所這邊來會診整個災損的一個情形啦。因為天氣影響到收成，剛開始嘛呼籲中央甲地方政府趕緊來統計相關的災損，來啟動應變的機制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